第六天2025年9月21號河汾第一名勝雲丘山。雲丘山冰洞群形成於第四季冰川期，是距今已有300多萬年歷史天然群體性冰洞，晉南古村落民族大觀塔爾波古村。雲丘山冰洞群自古有之，在香寧縣志民國版中就有記載，早在距今200多年前的清代嘉慶年間對雲丘八景之石穴藏冰已經有了明確的記錄。